后来乡亲啊，你敢会把这个目睭药啊当作随身宝，随时炸身边，目睭若无爽快，就点一个咧。也毋过医师来提醒，有袂少的目睭药啊，拢有含这个防腐剂，无就是药物的浓度过量，一天上最只会当点6解。啊，若是要保持目睭淡色，安尼就点无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，就会当一直点无败害。啊，目睭若是有青光眼、白内障，安尼点目睭药啊，爱更加注意。第一点目药水会当消毒疲劳、干涩的目睭，伸手的目药水还佫强调凉凉，袂少民众无爽快的时阵，就会点几滴啊。不过医师提醒，点目药水一天上最6次。保湿剂的话，就是一般来说一天用4到6次就够。那买到过强的抗生素，而且因为他想要快点好，所以他就点的次数就太密集，所以导致那个角膜糜烂或者角膜发炎都有可能。大部分的目药水拢添加微量的防腐剂，目的是为了防止目睭受到细菌的感染。若是用量伤多，颠倒会造成目睭无爽快。要保持湿润，会使用无含防腐剂人工泪液来代替。其实我没有什么发炎的症状，只是因为眼睛干涩引起的红，我们会建议点人工泪液就好了，滋润一下眼球，那个退红就可以达到退红的效果。若是有青光眼或者白内障嘞，点目药水时更加爱注意。一般来讲说，假如说他还有一些眼睛本身就有疾病，就不是他只是单纯干眼症的话，那要用药的时候还是要询问一下医生哈。高医师嘛提醒，目药水拆封了后，超过1个月就爱断掉。单机真的无防腐剂的目药水，开封24小时嘛爱断掉。一般的目药水，袂当直接点伫个温热目镜顶面，正确的用药才会当保护你的目睭。